好来，乡亲啊，讲到这个家己哦，唔那鸡肉饭出名尔，这个鹅肉饭原来真有名。家己市有一间卖鹅肉饭的，因是用茶鹅哦，搁来淋一汤匙鹅油控葱头，靠一碗。伫2020全台湾好食鹅肉饭的大盘点是摕到第一名。啊，伫高雄有一间是用盐水鹅肉，每一喙拢会当食到鹅肉上界原始的香味。倒一位会较好食咧？今仔日的好食大车饼。卡尔金葱拌饭套餐。鹅肉饭一上道就拍破传统的印象，这顿不是干那好看，伊是2020年全台湾上好食的鹅肉饭，冠军就是这碗，规个拢是用粉的茶鹅肉，坚持用手工来做，互每一块肉拢食到 Q 弹口感。最后佮加一匙金葱的鹅油，互姜仔饭的香气增加袂少。家己这碗鹅肉饭看起来真简单，滋味煞互人真难忘。食一喙规喙拢是油葱的香味，佮爆几喙鹅肉特殊的香气真迷人。真油，毋过袂菜肉质，互人一喙接一喙。鹅肉啊，吃起来很香，然后它还有拌那个就是鹅油，然后这样吃起来会更香。鹅肉也觉得很嫩，也很好吃。这个只有嘉义在地才有的鹅肉饭。料理鹅肉的手法真济，佮有用咸水处理过的鹅肉真高的香气，互人嘴软强要滴落来。高雄这间有名的鹅肉专卖店，老师傅的刀工真精，详细看这配肉的粉层，食起来袂柴佮袂涩，本身就有油脂和咸香，真油佮真济汁。真香的鹅肉饭，佮配一喙现切的咸水鹅肉，口感愈单纯，愈食到实在自然的香甜。食过的人客拢学路解特质。家己的鹅肉我食起来哦，感觉抑佫无咱一间哦会好食。鹅肉的做法有真济，爱食的朋友唔免加做选择，全部拢点一份来食看卖就知影。